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妹妹啊，我可告诉你，和面不仅要注意节奏，而且啊，你还要注意力度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才会又好吃，又能做出漂亮的糕点。知道啦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哥哥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来。哎，你怎么还磨我呀你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一支小小的带笔，在京城，带色五花八门，什么带黑啊、带青啊、带蓝啊、带紫啊，那噱头够响够亮，可一抹到眉毛上，全都土得掉渣，哪像我苏简啊，我可是京城第一。哎，妹妹，来，七哥，妹妹，你来帮姐姐们描眉好不好啊？好啊。七哥，还是你最好，怕我无聊，一直陪着我。那怎么表示表示？妹妹真乖。来，你画这个姐姐。好。妹妹，怎么样？看。哇，八哥，你这字写的可真好看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八哥、九哥，过来陪我玩。我还要看书。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位爷，一个人吗？公子，让我们一起喝啊！哎呀，咱们一起喝吧。公子，这边请。来，公子，坐这儿。公子，我们伺候你啊。公子，来一杯嘛。来嘛！哎呀，你小心点儿。没人。走。爹，看你这么急匆匆的赶过来，应该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。昨日的命案，正是。昨日发生在街头的命案，死者死状凄惨诡异，却和你说的魔教杀人异状极其相似。魔教中人信奉以血养人，吸血可以增强内力，还可以强身健体，也可以使人长保青春。上次听你提起过，甚感骇人。没想到世间竟然有如此惨无人道的杀人之法。恳请爹爹让孩儿亲自调查此事。好，爹爹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魔教之人潜入京城，此事非同小可。皇上已命重兵封城，正要严查此事。爹爹认为将调查此事重任交于你，再合适不过。孩儿领命。至此，京城守备总管一职就交给你了。京城的治安，
一定好好治理。是。嘴上说什么疼我，其实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谁都不疼我，谁都嫌弃我，都不带我玩，都不带我玩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我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天呀！你要亡我苏冉冉吗？我实在是想不通，依照娄家堡的财力跟势力，怎么会跟丞相府的外甥女结亲呢？娄家堡向来黑白两道通吃，朝廷都忌惮他们3分，也鲜少跟官宦人家来往。这突然上门提亲，还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而且我们跟秦家，我们2家现在处境非常微妙。自从定下婚约以来，2家没再提过。可皇命不可违呀，现在又多了个娄家堡等我们回复，真是焦头烂额。老秦那边不着急啊，就让那个老家伙给我等会儿。可至于这娄家，莫非这个娄少主听说咱们天儿冰雪聪明、端庄秀丽，慕名而来？那是。我们家天儿可是万里挑一的好姑娘，贤良淑德，蕙质兰心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她跟咱们家老3……就是啊，这俩孩子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我还一直希望天儿将来嫁给我们老3呢。哎呀！真是谢谢你啊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。姑娘，为何要爬着狗洞？一言难尽。姑娘是苏府之人，不能告诉他我是谁。丞相千金钻狗洞，太丢人了。要是让娘亲知道，非责罚我不可。大人，你和这位姑娘认识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这堂堂丞相府中的人，竟然会从狗洞里爬出来，莫不是贼吧？贼？你说谁是贼啊？我长得像贼吗？你才是贼，你全家都是贼。哎，
你刚刚叫他什么？秦都尉。你姓秦，叫秦都尉，那你爹是谁啊？放肆！竟敢追我们都尉大名！在下秦朗，现任京城骑都尉，家父是镇国将军秦维。你是秦朗？正是在下。敢问姑娘芳名？哎，站住！别跑！